但其中吴伟霆甲英国在台办事处代表郑冠汉以及吉备博物馆馆长柯家忠，特别伫台南都会公园共同种下台湾原生球种的光蜡树，主要是纪念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嘛期待台南甲英国友谊会当参像光蜡树同款一天一天长大。台湾代表处合作，来在奇美博物馆外面来植树，或者是纪念已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那也回应在馆内的一个英国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一个全身像，在馆外种树，馆内展览这个像，我们觉得其实是在拉近民间友谊，是蛮有帮助的。尤其已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不管在英国或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服人望的，非常有人望，也非常有人气的。她的一个典范，我相信是很多全世界各国从事政治的人都是引以为圭臬、引以为模范的。我非常也是敬仰他老人家的慈祥的这个身影，但我想也希望说，我们借着这个植树以及借着头像那个全身像的展览，能够更进一步拉近台湾拉近台南跟英国的友谊，也希望更多民间的互访跟文化的交流能够进行。尤其明年是台南400年，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能够有机会跟世界的一个比较年长的民主国家英国能够更进一步做好文化交流。目前，吉备博物馆甲英国国家肖像艺廊所展出时代的脸孔当中，已经过身的英国女王嘛伫当中，所以整修更凸显纪念的意义，同时嘛象征英国甲台湾的友谊久长，共享双方的价值观。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